样子的妈妈，你不一样的太太，那个重要，非常的重要。就像人的希望，把握。好，谢谢老师。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请问你一些问题吗？好，在场的同学有没有人要向老师提出问题的？举手，可以吗？没有吗？那我先问好了。老师，那你刚才提到说，我们要维护自己的赤子之心，然后不可以让师非感动摇。那老师也一定遇到过，就是情况会让自己的师非感动摇。那老师是怎么维护自己的师非感，然后一直到现在都还保有这个纯真的赤子之心？白话我来说就是不要我怕，因为你在保有这个，比如说你对这一的一个坚持，你对是非的，你对对的那件事情，你觉得你是一个有好的想法，你在做对的事。他说这一段有好的想法在做对的事，那你觉得你的好的想法是透过你的理智跟感情的这条线通过之后，你觉得你就是好的想法，而且你的做法也没有错的时候，那有很多人来欺负你，有人，而且很糟糕的就是说，在任何地方，即使台湾啊，学校，新国中学啊，当你在做这样的事情对的时候，而反对的声音会比那种沉默跟同的声音要大。任何地方都一样，不管你今天是个大人，你做老师的也好，你做什么也好，往往那个反对的声音是极少数，但是声音很大。你会不会以为说哪一个都在反对你呢？这点你要把握好。我有好的想法做对的事，我无所谓，我更好是我跟他沟通好，我已经做一个充分的解释之后，我觉得我是好的想法做对的事，我就做。那这里说到就是我们前面讲那个，你不要一下子给人讲一下你就脸红了，然后你就开始受不了了，你就退缩了啊，你太要脸了啊，我们当然是有羞耻，我们是有尊严的。那在这个时候，我并不认为不要加一个光，加一个引号的，这样记住了吗？想问老师说，你可不可以以是非感嘛？你有没有一种更友好的态度，然后让更多人去接受你？我想这就是智慧啊，就智慧。可是我们一件事情，有很多方法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其实世间很多事情都不是只有一种方法解决一种事情，它有很多种的方法可以解决一种这个事情。那一个聪明的人基本上的聪明的人，他可以很快的找到某一个轻快解决对的方法。但是那个方法是聪明方法，但不是智慧的方法，那可能会伤到对方，或者伤到对方的尊严，伤到对方的习惯，伤到对方的很多很奇怪的东西，他个人的某些造诣，不小心就碰到了。那有智慧就是还要考虑到对方他可以接受的程度，那两者去找一个公分，或者是找一个重叠点，然后做下去。现在花很多功夫也很耐心。我很缺少这个，老实讲，我非常缺少这个耐性，然后慢慢去跟他解释，而且对方是我很看不起的。我说这是很笨，而且不是普通的笨。其实讲了好多次，他都很不理解这样子，我就会想办法，很快就想把他放弃掉。但是你会不会伤到他？会的，我也夸张他。他会不会在某一天拿回来给你？会的，会的。但是这你要很帅，就说 OK，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这个事情我没有办法去跟你这样子啰啰嗦嗦的，不要在这个阶段我要完成，我值得这样做一个小小的牺牲。所以要加一点智慧，这个需要有耐心，而且是综合两方的立场、两方的观点，就是我方跟对方。我觉得这个老师刚才也说，老师
非常厉害。现在很点，写的那个
间的摩擦，都是因为他不能满足你的期望，不能满足你的期望。那想想我们可以满足对方，完全满足对方的期望吗？很高很难。我们是多欣赏对方的优点，那对方的缺点要让你不能忍受，那就不是你终身的伴侣，也不会有心灵的伴侣，也不会有是你交心的朋友。要是他的缺点不能让你拥有，你无法忍受他的优点远少于他的缺点。那些缺点很奇怪，那些缺点也不一定是，有些另外一个人看不觉得缺点，比如说他很喜欢钓鱼，我也是这样子，他非常喜欢钓鱼，但他的另一半完全不能忍受，你就很纳闷，因为钓鱼是3天2夜的事情，他很早他从17岁就知道他喜欢钓鱼了，他就喜欢钓鱼，而且跟钓鱼钓到基础就蛮疯狂，他半夜就会去钓，然后早上回来，有时候礼拜6起个礼拜6，他晚上去钓鱼，因为你早上还没好，后来就要睡觉，所以因为钓鱼的事情你不觉得是？还有一个人他不能忍受他先生的缺点是什么？他先生每次都养很多狗，非常喜欢的狗，然后他把狗就养死了，然后后来就把那小狗都卖掉，卖掉之后连狗也卖掉，后来连猫狗也卖掉，那为什么不能忍受？就是说，这是我卖它，你不要我卖，就他这个不是不能受到解释，他说，那你为什么把我卖掉？不把我的也让掉，他说很恐惧，他说先生完全不能忍受这样子。比如说我们有几个相处，他说他的优点，他的缺点，都很琢磨。当你最早喜欢这个人的时候，就是你多留意他，多看看他，你就看他，就看他。你看那不是别是跑他前面你去看他，那个就吓死了，对不对？你看有点技巧，比如说有什么事情去请教他，去问他，你眼神必须跟他交换。那个人每次看到你时候眼睛很恍惚、很闪烁，这不是很胆怯、很有自信，就是这个人跟你完全不来电，完全没有频率，那你就不要有希望，要不然你就鼓励他。那还有多欣赏他的优点，夸奖他的优点，而且不是五官，不是身材上而已，而是他有些内涵上去充实他。这样好吗？很好啊。还有没有问题？我们现在可以再跟他来讨论。老师你好，我想要请教你说，就是在人生嘛，就是有时候会遇到挫折你都怎么抒发你就是不错的心情你要用什么方式去排解？我有时候可以再小一点，说遇到别人抛弃我的时候，我应该怎么样？有时候这样子的，要去面对挫折，当然人生挫折非常多样嘛所以要是你问题问得很大那叫做大灾问。那大灾问就会被用人家就很简单的一句话去回答，就是你克服嘛，你就克服嘛，那就能的。所以呢，我会给自己技巧，小一点，小一点，再小一点。好，还要再小一点。徐志远点完方嘴呢？你今天跟谁逛街，你都忘记了？就是就是那个在你那个像我们这个年代的时候，然后要是你课业上遇到问题你不能排解的话，你会怎么办？我从前的功课好像不是太糟糕，当然没有像洪一勇那么好。就是洪一勇在我们学校的时候，洪一勇大家听过吗？洪一勇在我们学校的时候听说功课不错，对。那我好像功课没有他那么好。那我能够，就是一个人快乐很重要是一个自信，一个信心。那我的信心其实那时候是来自我像各位这样高的时候，我多半是来自我的阅读。我的阅读受益太多很多，
我说我想法比同学们都要深入跟广。那我对情感的掌握跟抒发也会比较准确跟广泛等等。然后跟老师之间的沟通也还好，我不再怕同学，那我也不再怕同学，不只是不再怕同年级同班，我不怕同班的同学，我也不怕隔壁班的同学。而且我也不怕那个高年级的同学比我高的，我也不怕。我觉得他很认识，只要我觉得他是人才，他有让我欣赏的地方，我就会主动去跟他们接触。那我也不会轻视那个比我低的年级。所以在学校里认识的，我会在学校读3年，会认识6届，我上面的这样子几届，往下面几届我都会认识到。那阅读、写作，还是那个时候就给我很大的信心。那挫折当然也有，在认识的过程里面，也有会给你那种一门根，他觉得说，你会不会你不行。他觉得说，我这1年级的，跑到高年级班上这样子，一塌被人家认识，就说他很嚣张啊，这一个，那也会有这样子很奇怪的声音。那或者说跟1年级的，说我高2跟高1的来在那边谈话什么，他觉得说，你们是在干什么？你们要过进来我们这里干什么？那我就在跟他们相处久了之后，他们都还会了解，会觉得很有趣。然后我觉得每个人都要掌握自己的才能，你就认识自己的才能，就好好去发挥嘛。那你的挫折感觉会降低。就说你有学过钢琴，那你就不只是想要说我要去剪地，或是摇学，或者说给我妈妈听得很快乐，我爸爸听得很快乐，我拉吉他很快乐而已。你自己也让自己快乐，学琴让自己快乐。那你的我去阅读也可以让我自己快乐，很重要。不只是学校的书而已，外面的书、课外的书多读一点，让自己快乐。像前几天的那一个台大生物科技还是什么啊，有一个不是学生吗？大1的吗？为什么从13楼跳下来的那样？而且没有死掉，就赶快走上去再跳1次，跳2次。那种意志和其坚定，非常的坚定。但是你想想看，他功课肯定是好的，说一路上读到台大生物科技，那一定是从小就是一定是第1名或前3名这样一路上来的，一定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他生命中的价值没有了。他觉得说他也不能去影响他爸妈跟邻居，他的功课好也没有办法让他女朋友跟他分手，因为功课好也不能得到同学真正的敬重、疼爱都没有。那他有些学习也不是为了让人学，他没有从这里得到快乐跟满足，他经常会去找这个东西，给自己快乐，给自己不成人帮，给自己一个人在快乐的学习的时候，你学习棋艺也好，你就算画一张漫画，画的图画的很好的时候，你就会让自己发光，那个时候你就会有能力出来。那种挫折是一种相对的相比，是跟快乐相比的。当你自信越高，快乐越高的时候，你挫折感觉越低，你那个颓丧就越来越低，它是相对的。所以这样让这幕起来，有一点口中作乐也好，有点自得其乐也好，那就是真好，就是画的这么好，就是给自己的才艺经历。我字写的真好，我真好，字写的真好。每个人都在打电脑的时候，没有人不会写高笔字的时候，你高笔字写的特好，那个毛笔字写的特好，有人笔字写的特好，那不就是很快乐的事吗？那增加一点这个就减少挫折。谢谢老师。然后我们多发问一个问题，我需要是简短的，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因为我要讲。那个老师们，现在就是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讲一下，你现在这个创作
出来的。就说你这个如果对女人怀孕你们怀孕说要是出生，我第一个月就照超音波，第二个月照超音波，第三个月又怎么样根本小孩子照死了，小孩子被照死了，这样血毛开始腹中，所以你看这个超音波也是有限度的一几个月才能够照，之后就不能再有事没事想到就照两下，照两下，就看这男的女的，然后看看是哎呦，那男的女的他这样紧张他才看得到，就说那次照我之后就没有宝宝了，你这样就单身了那就照不到就现在是不等人家再转个方向再开始照，就说你要照之后你再不停的进行东西好像也比较不适合走。不过我现在写这个单军1号，那另外单军1号是真不想讲这个生不出来怎么办？刚还有一篇那个讲一个神风特工队的那些应该很有意思，但是很可能是政治不正确的东西，政治不正确跟目前的政治潮流很不相同的一篇小说我有一次认识一个老太太，70、80岁，她从前是慰安妇。慰安妇你知道吗？就是那个神风特工队在台湾的时候，那些都17、18岁、18、19岁的年轻人要坐那个飞机，一飞上去，那飞机就是没有回来的地图，然后就到了海上说看到航空母舰，会看到大的军舰、日本的军舰的时候，就美国军舰说开头栽到那个烟囱里面进去嘛，对不对？他们就不回来，结果这个老太太长久就接待过这个位置她说她非常想念她，非常怀念她说她现在都还很怀念她一辈子都一直都嫁了真的蛮感动的，就说哇，这感情好深她说我想在讲这个越是自己他说一说得体每一个人年龄都是比师长有这个地的认知要多3到5岁，对不对？他说以他这个污秽的身体，因为他接待过很多军人那些军人都是脸上一当飞行员体格都是最好的，而且脑筋要很好，一开飞机脑筋要很好，然后长相都是最标致的。然后你知道他们要飞之前都会擦胭脂口红这样子，非常非常漂亮，就纯红齿白，然后一去就被毁了，就死掉了。那他接待过很多，他是有污秽的身体，但是你会讲到这一个神风特工队，我最常怀念这一个人，这个年轻人，对他非常的诚实。他说他们缠你了3天3夜。他说我见过最漂亮的男人，这一辈子我再也没有看到比他更好、更漂亮的女人，更温柔，而且说这一个神风特工队的队员把他的第一次给了我，他说把他的第一次神风特工队的第一次给了他觉得说他对不起，他何德何能，他是污秽的身体，所以他对他怀念居然就是70年。我60年烧的，就这样，他不愿意再嫁，之后他就有一个养女，然后生了他孙女，那孙女是我的同学，然后我就到那个站机堡，现在还有留下很多神风特工队的机堡，就是那种飞机要休息的地方，就停在那边，他就在那底下种菜，上面种菜，那个机堡就是当年那一个神风特工队员要离开的时候。他才能3天3夜之后，他就不那样就飞到海上去，然后就死了，所以有人那么怀念物质到这个地步，是不是也是个很美的事情所以我在最深的爱恋里面都是失智，失去理智。可是我那时候也是人最美的时候所以那天我太太跟我讲这个时候，我好像可以看到他29岁、20岁的容颜。人家说年少无关美丑，个个都漂亮。我可以想这老太太曾经是多么的漂亮。她即便是慰安妇，简单讲是一个妓女，就是一个妓女。但是她心中有一块很柔软的田地在那个地方，那田地是什么？对那一个
使它做变成一个这小说写起来会不会好看啊？你们喜欢看吗？喜欢看的鼓掌。终于见识到李老师讲故事的功力了。老师，那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个小小要求吗？可以请老师帮我动一下手，帮我们签名一下，可以吗？有书的才可以来签到啊。有书的人可以来签。我想可能我们到那个会场那个地方，可能再帮忙来签名。这个地方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还是暂缓，好不好？好，暂缓。那我们今天这个活动就先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我们再次以这个掌声感谢一下李峰老师。Yes, seven. 对不起，这是老师的错，我太早太晚把片子拿出来，所以他没有时间测试。对。
必要なところに謝っておいで。愛して。両手をついて一生懸命謝るよ。何か相手のことでは許してはくれない。本当に責任持って謝らなければダメよ。あ、早くお行き。みんな許してくれない限り、お前をこのうちに入れるわけにはいかない。でも、自分の家は、お金がお金ない。ありますよ。こんな天気の日には、日中で、自分の家は、その道にしたい。梦境一样，30年前就开出这种准确不是花一草出来，那是因为老师在帮我们调那个亮点。它这个片子是非常非常完美的片子，是很漂亮，很中性很多的片子。但这面文本梦寐求是了，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在现实和幻想之间。我不太想直接给各位去答案。想想到底讲什么？为什么要好像那么大的位置？看这些片子，因为这我也要清楚一点嘛。那先这个就可以接着看嘛，对不对？那能微调一点，那个焦距好像也可以更好，这我很新的问题。老师觉得焦距不好，那什么眼睛好，给老师说一下。这是第二个梦，考几个？有吗？知道了。下地非常的大，地非常的快点跳地，跳地舞。没有关，他这个写掉，他就跳到第二。第二吗？第二什么？さっきご飯がもう決まってきたんだ。あんたの間違いよ。いくらこのあんたのものか？僕はもう食べたよ。おいしいな。でもさっきの確かに得意じゃん。誰か帰った？あれも。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这是对不对？再是第二，再是第五的话，知道？本当にもう一人いたんだ。そんなこと言わないでよ。いいか、あんた向こうください。やっぱりでは誰が知らないと思うけど。でもいないんだから。誰だよ、そこに。あんた。
松一下。Yesterday I was trying to complete a self-portrait.
I just couldn't get the year right, so I cut it off, threw it away. The sun! It compels me to paint. I can't stand here wasting my time talking to you.随便扎去看看那个怎么跟人跟画如何在一块儿，用的是现实跟幻想的连接。让他把帽子摘下来，这叫礼记。时间还有5分钟，但是好想再跟各位介绍一个图片，但是跟他们各位可能7分钟的时间，然后还有7分钟的用餐时间。好，那我们第8个梦是这样了，第8个梦是这样。等一下啊，我再介绍一下这第8个梦。水天生之梦，最后一个梦，变成李洪总就把他的最后的对生命的看法、对死亡的看法、对爱情的看法，在这片子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呈现了。对所谓科技的发达，所谓经济的发达，所谓对自然的保存，那在这个片子里面全部呈现出来，也呈现出了这么美。透过刚刚的那个年轻人，刚刚的倒在我们的画里的那个年轻人，他何等的幸运他居然就到有个水车村跟着老先生碰面了。老先生104岁，这里没有电，只有那个水车在呼应。我说为什么没有电呢？他说你要电干什么呢？老先生说去人好奇怪哦。
到白天的时候就把房子弄得暗暗的，在夜晚的时候就把房子弄得亮亮的。那本来不是让那个出来之后就入来洗吗？大自然已经为你安排好了作息的时间吗？对，然后也看到了有一个女人好多小孩子呢跟一个女人献花，因为女人是在多年前、几百年前在她村子里面就在那个石头底下过世。我们也不知道她是谁，她就是个女人，女人就是世间过人的一个人。那她满埋在那里，那所有的孩子们世世代代经过那边都会献上一束花。那么听到有一个锣鼓声过来了，有音乐声过来了，原来是老先生的初恋的情人今天要出殡。他说他是我初恋的情人，他明明被我爱上。104岁的老人心中还有那个情爱，所以他就有最后有些精彩的舞蹈。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人的出殡的时候会有这样子，他对于生活的一个解释，当然有太多都会可以欣赏那样的表演。那我也要求大家可能要放片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礼貌对于这个导演，对于任何一个文学艺术的创作者一个最基本的礼敬，就是我们要跟片子整个放的包括后面的字幕整个要好绝对不能中间卡掉。后面那个跑字幕站会跑3分钟，我们应该整个让它跑完。我们可以看看有136位的工作人员为我们拍摄了这么好的片子，我们就小小的礼敬，大家不可以停，大家就坐在那边就看着那个水流在水草之间漂浮经过的时候，那个时间有同学在这里经过了。最基本的礼貌，我们待会一定要做到。我们现在开始示范一个180度。こんにちは。はい、こんにちは。この村は何という村ですか？名前なんですか？何で？それはまだ村のように。そういう人は戦車をだと知らない。この村の人はみんなどこに住んでるんですか？今、住んでる村はどちらにある？ここには電気は引いてないんですか？あんなものがいらない。人間は便利なものもない。便利なものほどいいものだという。本当にいいものがしている。お金はどうするんですか？
一つのあれが谷油がある。要は暗くないですか？暗いものがあるわけだ。夜まできれいな明るくては来ない。星も見えないような明るみなんていらない。田んぼがあるのですが、大きな収穫に使うトラクターもないようですね。それが目の間、宇宙のために今も起こる。燃料が何を使ってるんですか？主に竹には使う。生きている身を取るのがかわいそうなら、結構金の機能があるから、このようにそういうのを竹にして使っている。それに火を炭にして使うと、何本から火が大きな強力な新しい炭。そうなんだ。牛の糞のというものになる。私たちはできるだけ昔のように自然な暮らし方をしたいと思っているのです。しかも人間は自分たちの自然に生きるということを忘れている。自然が手を入れられるその信仰の乱暴に逃げ込みます。俺たちはもっといいものができると思っている。特に学者には頭はいいのかもしれないが、自然の深い心がさっぱりわからないものが多いので怖い。この人は人間を幸せにするようなものを一生懸命集めてきてそげになっている。また、小町の普通に、大達成の人間たちは、そのバカな発明を信じるように思ってありがたがり、その前に広がるのです。そしてそのために自然が失われ、人類たちにこれにこれに気がされた。周りの人間に一番大切なのは、いい空気やきれいな水。それを作り出す木が草なのに、それは汚された方だ。失われる方だ。汚された空気や水は、人間の心まで汚してしまう。今、これ来る途中で、子供たちが橋本さんと一緒にみんな花を置いてるのを見たんですが、あれはどういう？ありがたい。死んだ親子にいい形があるから、何年も昔に、あそこで、なんだかの人は息を切ってきて倒れちゃったんです。我々の人として村の者ですが、そこを閉めちゃう。墓の代わりに石を花を咲かせてやったら、その瞬間は今のとても残っているんです。とても考えるこの村のは、一緒のところを見てる。
拉电我去了你，让我安静听听。今日お祭りがあるんですか？いや、あら、葬式だよ。あんた、変な顔してるな。前代葬式はめでたいのね。よく生きて、よく働いて、ご苦労さんと言われて死ぬのはめでたい。こういうからみんな手が出ないってご人もいないから、ああやって他の目を挟まに死んだ人、いわゆるものが起きている。もっと子供や若い者が死ぬのは人たちは言いにくいからな。しかし幸いこのぐらいのものは自然な苦楽をしているせいか、大体年の順に死んでいる。葬式のばあさんも99歳のやり多いのじゃ。ところで、私も葬式に出ながらあるので、失敬しておく。実は、死んだばあさんは、私の初恋の人です。私に否定させて、ここに集まることで、嫁に来ましたんだ。现实和幻想的边界。讲师介绍，我们请高一10班温馨李同学来为我们介绍李彤老师。老师，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高一10班的蒋满温。今天很荣幸能够介绍这位以上的巨作李彤老师。虽然昨天已经介绍过一遍了，但是我对李彤老师实在是太过崇拜了，所以就让我过瘾吧。说到李彤老师，就让我想到当初为什么要接触李彤老师的作品，因为我想看看李彤老师是否真的人如其人，人如其人呢？老师的著作里那样诙谐幽默又善解人意的笔锋，是否和现实生活中的李彤老师是一模一样的呢？李彤老师，我前几天看过了一本书，叫做《同安美智坊》。这本书并不是李彤老师的著作，而是由许多作家从不同观点、不同角度来探索李彤老师。书中我看到的是一位善解人意、诙谐又幽默，而且还烧了一手好菜的李彤老师。这样的新好男人，让我欣赏，让我学习，让我观摩。李彤老师的著作有好多，我是黄人，还有一系列的台湾国语系列，以及我最喜爱的少年感大郎。提到少年感大郎，是我在有生的时候接触到的。当我翻开书，并随着故事中的主角谭新德游玩了一趟文山岛。在这本书中，我看到的不仅是谭新德与黄美兰水田之间交错复杂的情感，更看到环境的蜕变、历史的演进以及人性的感受。
老师创作不错，至今老师得过很多奖项，也参加过很多的比赛。有人问，老师您得过这么多的奖项，为什么还要继续参加比赛呢？老师却说，参加比赛可以刺激我的头脑，让我创作出更多的作品。老师曾说过，作家最重要的不是过去写些什么，而是未来要写些什么。或许是因为如此，老师才能继续创作，继续写出我们喜爱的作品。老师的个性，老师那样温柔、善解人意的个性，是令我们非常的喜爱的。昨天我们也见识到老师很幽默的脸庞的吧，所以我相信我们今天也是非常期待老师来为我们讲说现实与幻想的边界。由我在此空谈，不如请李彤老师亲自来让我们解说一遍吧。现在让我们举起你的双手，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李彤老师。谢谢。刚才他介绍真的太好了，我非常喜欢，他太诚实了。高一家长社团会，中国高中校园。